喂，妈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今天发奖金啦。啊，你拿那个钱去买补品补补身体嘛。没事没事，我在这里挺好的。好。树总，我不干了，你太偏心了。我怎么偏心了？你说说啊。树总，这是上一个客户的合同，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做得很好，继续努力吧啊。好的。树总，我跟小林同一时间来公司的，我学历比他高，能力比他强，凭什么他转正了，我还在实习？你要不偏心，我跟他工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？所以呢，经过你的分析，是因为我这个老板偏心，造成你们俩之间的差距很大，是吧？那不然呢？他客户这么多，都不给我一个。所以你觉得你的学历比他高，能力就一定比他强吗？那小林呢？他在努力工作、努力学习的时候，你在干嘛呢？